继续来看这件，规家伙仔欢欢喜喜要去住台北5星的饭店，这个房间煞真落差。这住一暝讲要开2万外块哦，讲成是下间仔的排水管拆掉来饮水，甲饭店来反映，有甲因换房间，但是气到愈害。这个杯仔无洗，粪扫桶无清，涂骹阁有糊尘。哪会介绍遮尔啊贵，房间遮尔啊老咧？这饭店承认有欠点，有疏失，讲会互这位人客后一届免费阁来住。家长带囡仔欢喜带入去5星级饭店，想要好好度假。不过即马所有民众指控饭店的房间真垃圾。一个家长指控7月15号到18号开2万外块，带囡仔住伫咧台北信义区一间5星级的饭店。带入去房间了后，所发现眠床顶有真侪支头毛，便所的排水嘛有问题，可以做大水。家记者反映了后，饭店免费甲升级换行政套房。为什么到房间内底若粪扫桶无平，杯仔含餐具嘛拢无换新呢？个糊尘数时甲倒伫咧地毯，互家长真不满。2万多块，然后你还给我打扫得乱七八糟。那我会生气，毕竟它是5星级的，那当然它的所有环境卫生那些还是要有到那个 sense 才对。即较早头起新大的尊上套房，平均1暝6000外，后来饭店升到行政套房1暝爱万外。不过这价小愈悬，内底品质乃愈来愈歹。在服务品质的控管，这个是饭店有疏失，我们是绝对责无旁贷，有瑕疵，这个一定我们会持续的去做好监控跟改善。业者新进所发，讲会提供当事人带3工免钱做补偿，不过后来加上国民旅游开始，民众拢会开始走伊路口。若免怎进饭店会较好，若真正拄到问题，免怎保护家己。消费者可以依据实际的状况，要求业者房价的调整，甚至是退款等等。负面评价都点进去看，那如果很多人都提及有这样的状况的话，那可能就要小心说，可能这一家的房务可能太忙啦，或者是怎么样，没有确实。除了先做好功课，饭店业者嘛拢一定要加强管理，才要有消费者大家加硬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